你有冇遇到過自己有一件好嘢，但係俾其他人知道之後，係咁候住你，你又唔知點算好？或者係遇到一啲地位強勢嘅甲方，係咁想白嫖你嘅時候，你又唔想就咁就範？如果你試過以上呢啲狀況，但係又唔知點樣去處理嘅，可以喺我哋嘅歷史入邊揾一揾答案嘅。譬如話今日我哋要講嘅完璧歸趙。喺公元前283年，呢個時候可以話真正嘅七國咁亂，因為呢個時候呢，秦趙魏韓燕齊呢幾個國家呢，互相之間都係亂七八糟。咁秦趙魏韓亦都一齊係幫岳魏嘅燕國啦去進攻緊齊國，因為齊國嗰段時間呢，都仲係前幾集講過嘅齊閔王執政下。咁但係互相之間呢，佢哋又互相攻伐，可以話真係亂到無倫。而就係喺呢個時候，喺公元前283年，趙惠文王就得到咗楚國嘅和氏璧。呢塊和氏璧溫潤皎潔，紋理渾然天成，傳說就係楚人卞和喺荊山所得之後，亦都經歷過多位嘅楚王之手。佢嘅珍貴程度可以話係舉世無雙。而趙國得到至寶嘅信息啦，就傳到咗秦國呢邊。秦昭襄王知道之後就梗係起晒痰啦。佢一早就聽聞和氏璧嘅大名，垂涎欲滴。於是乎佢就派使者前往趙國，聲稱就願意用15座嘅城池嚟交換呢一塊美玉。咁趙惠文王接到消息之後，心入邊就好糾結啦。因為如果唔應承秦國嘅要求，又驚秦國係憑借住強大嘅軍事力量啦，同埋國力興兵來犯。咁但係如果應承佢呢，又擔心秦國就大隻講口慷慷，攞咗塊玉又唔俾城池。於是趙惠文王就集結咗佢哋嘅群臣，一齊喺朝堂上面商議，但係眾人就各執一詞，一時之間難以定奪。喺呢個時候，一個後世響當當嘅人物啦就要出場啦，因為有人喺呢個時候向趙王舉薦咗藺相如，相信個字都唔需要點解釋啊，大家都知道噶啦，因為實在太出名。舉薦嘅人就話到，藺相如佢雖然出身低微，但係頗有見識，而趙王亦都相當聽勸，就嗌咗藺相如嚟去詢問佢究竟有咩計仔。藺相如諗咗一陣之後，沉穩咁樣回答就話啦：啟稟大王，秦國以城求璧，如果依家我哋唔答應佢，咁樣恐怕理虧嘅就係我哋趙國。但係如果我哋就咁俾咗個和氏璧佢，而秦國嗰邊呢就唔兌現佢嘅城池，咁樣錯就錯在秦國啦。小人權衡呢兩種情況之下，倒不如就先答應咗秦國，到時有問題背信棄義嘅都係佢哋嗰邊啊嘛。而另外大王，小人亦都願意帶住和氏璧去前往秦國，倘若秦國交唔出城池，小人一定會想方設法將和氏璧完好無缺咁樣帶翻嚟我哋趙國。趙惠文王見到藺相如言辭懇切，目光堅定，雖然之前對藺相如唔算話真係十分了解，但係趙王呢有個好處就真係聽勸，所以佢就決定派藺相如出使秦國。藺相如帶住和氏璧嚟到秦國，秦王就喺章台宮接見咗佢。秦王好開心啊！佢接過咗和氏璧之後呢，就一直捧喺手入邊，悉心咁樣去把玩。而在場嘅所有人全部都睇到喺秦王嘅眼中，大大隻字寫住貪婪。而佢玩就玩得開心啫，對嗰15個城池嘅事呢，就隻字不提。藺相如見到咁樣嘅情況，心入邊就明白晒發生咩事啦。秦王根本就冇誠意，於是乎藺相如心生一計，佢上前一步對住秦王就話啦：啟稟大王，呢塊和氏璧雖然係靚，但係仲有啲瑕疵。嚟，大王，等小人指出嚟俾你睇睇下。秦王開心到得意忘形啊！居然信以為真，就將和氏璧遞翻俾藺相如。藺相如一攞到塊和氏璧之後呢，二話不說，即刻就後撤咗幾步，挨埋去宮殿入邊嘅柱嗰度先。然之後態度180度大轉變，怒目圓睜，大聲咁樣就講啦：大王，你要和氏璧嘅時候，就派人嚟到趙國，我哋趙王齋戒5日，鄭重咁樣派微臣將和氏璧送過嚟。但係如今大王你呢，喺章台宮接見我，禮節甚為傲慢，而攞到和氏璧之後，就只係顧住同左右嘅侍從觀賞把玩，但係有隻字都唔提割讓城池之事，可以見得毫無誠意啊！如果大王你一定要逼我嘅話，咁冇辦法啦。我就只好同呢塊和氏璧一齊撞碎喺呢條柱上面啦。講完之後，藺相如就雙手舉高和氏璧，正就要將和氏璧掟落條柱度啦。秦王見到咁嘅狀況真係嚇親啊，連忙就制止啦。咁佢就假意咁話：喂，咪住，先生唔好誤會，寡人，寡人又點會失信於趙國啊？嚟，同寡人攞地圖上嚟。
隨即就喺地圖上邊求其咁樣指咗15個城池。睇到咁樣嘅情況，藺相如心入邊啊真係冷笑，你咁嘅秦王，擺明你係老襯底敷衍我啦。於是藺相如就同秦王講：大王啊大王，和氏璧乃天下珍寶，趙王送璧之前齋戒5日以示誠意。如今大王要受此璧，你亦都應該齋戒5日，然之後喺朝堂之上舉行隆重嘅受璧儀式，臣先至夠膽將和氏璧獻上，以示尊重啊大王。唉，秦昭襄王啊，真係冇計啦！而家好明顯係俾藺相如捏住個咕咕，真係一旦如果唔合佢意嘅話，佢撚手就掟爛咗塊和氏璧，咁啊真係得啖笑啦！最終就只好應承咗藺相如嘅要求。藺相如呢邊啊即刻依計行事啦。佢翻到咗旅社之後呢，心入邊焦急萬分。佢好明白秦昭襄王係唔會輕易咁樣交出城池，於是呢，佢就揾咗自己嘅隨從，等佢喬裝打扮，然之後呢夾住個和氏璧，從小路偷偷地咁樣去翻趙國，而佢自己呢，就留喺秦國等待秦王嘅發落。5日之後，秦王齋戒完畢啦，喺朝堂之上舉行咗盛大嘅儀式，準備就接受和氏璧。呢個時候，藺相如一啲都唔怯啊，相當從容咁樣走上前，向秦王深深咁行一禮，然之後就話啦：秦國自穆公以嚟，20幾位君主從來都冇一個係堅守承諾嘅，臣實在係擔心俾大王欺騙而辜負咗趙王嘅重託啊，所以已經派人連夜帶住和氏璧抄近路翻返去趙國啦。如今你哋秦國強，我哋趙國弱，只要大王真係將嗰15座城池割讓俾我哋趙國，我哋趙國又邊度夠膽唔交出和氏璧呢？臣知道欺騙大王係死罪，甘願受罰，請大王發落啊！哇！秦王聽到之後呢，真係 call 鬧嘢，豈有此理個藺相如膽敢戲弄寡人！本來秦王就諗住將藺相如處死噶啦，但係又轉念一諗，如果殺咗藺相如，亦都得唔到和氏璧，反而就會引爆咗之前同趙國結落嚟嘅深仇大恨。於是就只好暫且放下，強壓怒火，笑騎騎扮晒嘢咁樣去讚藺相如膽識過人，並且以禮相待，送咗佢翻趙國添。藺相如翻到趙國之後，趙王見到佢，哇，真係可以完璧歸趙啊，十分高興啊，認為佢不辱使命，就係咁樣封咗藺相如作為上大夫啦。完璧歸趙呢個事件啊，係正式將秦趙兩國過往咁多年嘅恩怨情仇呢，係帶入咗一個白熱化嘅階段。同樣亦都因為呢個事件係引發咗好多嘅典故故事。下期我哋就嚟繼續聚焦秦趙兩國嘅恩怨情仇。今期我哋嘅節目就講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節目嘅話呢，記得唔好孤寒，多啲投幣、點讚、收藏、轉發。大家嘅呢啲操作係可以好有效咁樣將我嘅呢系列影片啦，去推廣到更多人去睇到。咁樣嘅話呢，我哋嘅粵語環境就可以越嚟越好。多謝你嘅支持，下期節目見啦，拜拜。